Hello，大家好，阿旺提我就話好耐冇同大家見面啦。今日阿旺想介紹一個高士德嘅傳統豪宅——寶城大廈。呢個豪宅咧非常之少見嘅，仲要係非常之靚嘅。我哋寶城大廈位於邊呢？位於培正中學嘅隔離新苗，有有好多民生嘅地方，就係呢個位置。我哋而家上去單位睇下，一探究竟。嗱，上到個單位非常之靚嘅，1828尺，1828尺。而家賣幾錢呢？又賣喎，喂！而家賣緊750萬，望邊啊？望全世界最靚嘅培正中學，係名校學府嚟嘅。嗱，房間有2個窗，你望下2個窗嚟嘅設計啦。咁可惜佢唯一一個缺點就係可能廁所冇窗啦，大家見到。咁佢每個房間咧，房間嘅佈局都係非常之大嘅，真係好大。咁係一個南北通嘅單位嚟嘅。你見到個客廳係雙客廳設計啦。咁呢度一個客廳，後面一個飯廳，睇電視，客廳擺梳化，非常之好嘅。咁呢個係一個客房，嗱，客房都唔細㗎，書台衣櫃樣樣精通㗎。咁望翻個位置咧，就係世紀豪庭嗰邊㗎。咁我哋再行入嚟啦，我哋到飯廳啦。嗱，飯廳個位置咧，都係非常之大嘅，即係你食飯容納20-30個人咧冇問題。飯廳出邊咧就有個露台添，咁露台望出去呢個位置咧非常之開揚同埋光猛，因為呢個位置係向西南嘅，你曬衫一陣就可以。有人問我：喂，呢個單位幾多房啊？呢個單位其實係4房嘅設計嚟嘅，咁如果你話整5房6房，其實絕對可以嘅，因為佢係比較大嘅，唯一不足可能廁所真係冇窗啦。咁其他嘅性價比咧非常之好，因為呢度咧俗稱為咩咧？傳統式嘅豪宅嚟嘅，想當年喺呢個位置，基本上你唔係有錢人，你住唔到呢度㗎。如果你有興趣嘅話咧，咁我哋而家落翻去樓下先。嗱，睇完個單位啦，阿旺大家都知道有60日冇拍過片啦。咁呢個單位阿旺覺得係非常之靚嘅。咁相比下，如果你話用一個價錢性價比嚟講，都係唔錯嘅。最緊要係地理位置近學校啊，近澳門第1名校。如果今時今日你有興趣嘅，隨時約阿旺睇。今日視頻到呢度，各位，拜拜。